当时光整个中国也要行动，秦始皇东征，再有一次离开上岸海洋，阴雨黎明，半月东风。小鸡为与君，神识的风雨一日相配并。大而今兵临城下，东为界，那横风骚人也够风。中手双得金阳头，向他们拱手抵抗，却得后。我这帝王的尊名，今后谁？我是娘里举身出内。好，那一路大字往人他给勾来，到此真快追过那我的门口，再看见门口里叫马纷纷，三个轿子车子，轿夫马夫一个不得，里头个里向还有招待，还有得吃，所以俺是一个样子。王仁他看得心里向语气，这个万岁爷，想着文武大臣他们不上金銮殿，都到这国丈府来了，哼！皇帝等一下这一对，不要去干嘛？好，我这里头到这国丈府，俺们商量对策，商量办法。不是，咁那今朝是侬来的那个里头办法想他。我皇帝在里拍板决定，不是可以着。兄神恩，与我叫门。是。皇帝登看了那后头，王仁他给打上将子，大爱的门根水，细水长门。